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。嚟到呢2026年下半年最後4個生肖嘅運勢提醒啦噃。首先呢，就係屬猴嘅人士啦，事業運呢順利啦，平穩啦。如果呢你係揾緊工嘅，會得到呢工作機會噶。單身嘅猴女呢，更會呢容易遇到呢理想嘅對象喎，要留意啦。再嚟呢，就係呢屬雞嘅人士啦，你哋喺下半年呢工作量增多，壓力都會比較大噶。但係記得咧，千祈唔好因為咁咧而發脾氣。如果能夠咧冷靜分析同埋處理呢，下半年亦都不失為一個咧開創新局面嘅好時機㗎。有伴侶嘅雞女咧，需要提防外來嘅誘惑噃，以免咧引起咧感情嘅糾紛啦。然後咧就係屬狗嘅人士啦，下半年咧會有貴人出現啊，俾你咧帶嚟唔少幫助同埋機會㗎噃，從而咧有助你咧提升咧整體嘅運勢啊。最後咧就係豬仔豬女啦。下半年咧得到嘅咧就係正財運喎，所以你哋應該咧認真工作啊，咁樣咧就可以享受咧安穩嘅收入噶啦。單身嘅豬仔咧容易遇到正緣喎，可以咧度過甜甜蜜蜜嘅下半年噶。但係咧最後咧預言亦都要提醒大家，生肖運程咧就只係根據你出生年份去到推測你嘅運勢。最準確咧，仍然係以你嘅出生年月日時去到計算嘅噃。想知道更加多有趣命理知識，歡迎訂閱預言說命運。拜拜。